报道学台语甲手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50集。下晡真热，先回去彰兴区就是淋浴冲澡的意思啦下面有4字要来选第2叫做长，第2叫做长，第3字叫做长这丛树仔的长，第4字读做将将来的将252条，甲肉骨汤会配甲炸起来就是把肉骨汤的浮渣那个把它捞起来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读做赞第2读做渣，第3字读做赞第4字读做尖，撇骨尖的尖253条。较早拢爱逐工准时间啦就是以前每一天都要剃时钟，要上花条来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叫做转还是转还是转，第2字读做准，第3字读做准时阵的准，第4字读做准有准无准的准254条。伊踩伫遐都毋叮当，我觉得僵立在那耳朵一动也不动踩啦好，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叫做同款读做菜菜这菜意思就是公妈虽然菜的菜啦第2这字菜条仔的菜第3字叫做菜甲菜的菜，第4字彩色的彩拢读做菜255条。以前暗时庄脚无路灯，拢爱举手电照路就是要拿手电筒来照路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叫做照，第2字叫做笑，第3字叫做笑，草笑的笑，第4字叫做笑穿衫穿甲真笑的笑感谢大家收听。